继续咱来看，屏东闹热滚滚的台湾节已经煞过啊！三港入场的人有甲上百万，带来上亿的观光效益。不过嘛，出现部分的情形，初六暗时啊9点外，有民众伫遐起冤家，另外内底因为啉酒的人嘛袂少，警方嘛伫附近查到3件食酒塞车的情形。 看到音乐要节奏，卫生院的民众开始向中央冲，展现摇滚乐特别的走廊文化，有人红卷起来，像苍蝇同款扑伫民众的头壳顶。屏东台湾节初六暗时结束，三港入场的人次破百万，但人多嘛出现部分的状况。民众随音乐跳舞，会场内底真侪人手摕米露丁饮料。警方三港伫附近查到3件酒驾。 烦恼有人会将毒品摕入去会场，甚至出动查盗狗来巡查。部分的民众伤过激动，嘛传出受伤的事件。初六暗时，甚至有2个查甫囡仔发生冲突相拍，警方看到赶紧去阻挡。其中1人见状趁乱离去，仅剩另1名男子留在现场。反锁询问，当事人称不认识对方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攻击，不提出伤害告诉。警方将持续调查另一当事人的身份，并通知到案说明。 虽然有部分的状况，但游客游行不减。根据县府统计，破百万人入场，带来至少1亿的经济效益。当地的旅馆差不多客满，夜市拢是游客。经过春节期间的国旅寒冬了后，这摆清明连假，业者总算会使松一口气。记者陈焕武、陈显坤屏东报道。